兒童福利金同 HICBC 英國制度最典型嘅荒謬。兒童福利金原本係英國戰後福利國家嘅招牌，1946年推出 Family Allowance， 到1977年整合成今日制度，理念好清楚，養育小朋友有成本，小朋友係國家嘅未來，政府應該普遍支援所有家庭，所以一開始就係全民福利，唔審查，唔分收入，人人有份，既體面又簡潔。到而家每名長子每年約1355英鎊，其後每名子女每年約897英鎊，對唔少家庭嚟講係實實在在嘅幫補。2013年政府引入 High Income Child Benefit Charge（HICBC）， 普惠福利嘅邏輯從此被打碎。當年聯合政府唔願意承擔政治責任，唔敢喺福利制度入面引入家庭收入審查，因為咁就等於承認普及福利已經結束。自民黨亦堅決反對，所以政府繞路而行，將兒童福利金嘅回收塞入稅務系統處理，稅務資料現成，審查只需要睇個人收入，唔涉及家庭結構，官員自覺省事，卻造成更深嘅不公。制度結果係個人收入超過6萬英鎊，開始要繳返福利金，若果達到8萬英鎊，就要全數退還。福利睇嘅係家庭，回收卻睇個人，兩套邏輯互相抵觸。所以一個單身家庭收入8萬英鎊，要將兒童福利金悉數交返；另一個雙職家庭各自收入59000英鎊，總收入118000英鎊，卻仍然可以全額領取。兩個家庭實際負擔天壤之別，制度卻懲罰較弱嗰一方。呢個唔係福利政策，係行政錯亂。更荒謬嘅係實際操作，政府先將錢發俾你，再要求你喺 self-assessment 裏面交返去。好多受薪人士以往都喺 payee 制度下，由僱主直接代扣代繳，從來唔使報稅。而家因為唔知道要報稅，而被 HMRC 追收欠款、加罰息同罰款。有人為咗免麻煩，乾脆放棄領取兒童福利金，導致母親失去 National Insurance Credit， 日後退休金受損，反而犧牲最弱勢嘅一群。呢啲混亂唔係技術問題，而係政治妥協同行政偷懶離積成嘅後果。官員唔願意承擔成本，制度就一層層往上貼補丁，補丁越貼越多，就變成陷阱。英國嘅稅務同福利制度多年嚟愈拆愈碎，HICBC 不過係一個最清楚嘅例子。最應該最簡單嘅兒童補助，而家卻成為制度失靈嘅象徵。日子拖得越耐，公眾對政府嘅信心只會流失得更快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